打開手機內的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， 在搜尋欄輸入 iNaturalist， 點擊 iNaturalist 圖標，點擊下載圖標，點擊 iNaturalist 圖標，輸入 email、密碼同使用者名稱，建議用 Google Email， 可以省卻之後要手動輸入資料嘅步驟。不過用其他電郵都得。使用者名稱亦即是註冊者的 ID， 在網頁版的資訊中也可以透過使用者名稱搜索其他使用者。別忘記要勾選3個授權和知識項目，再按下註冊按鈕完成註冊程序。